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1日，以赛亚书54章10安尼讲：大山会当刷开，小山会当迁移。毋过我不变的疼，永远袂离开你。我会永远遵守和平的约。人民里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三甲来祈祷，因为你的疼永袂离开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当世界不断变动，当人生充满不安，当头前的路无明的时，总是你的手悠远地扶持阮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。主啊！当阮面对济风影，互阮感觉无气力的时，主啊！你将平安赏赐阮，互阮通安然经过。主啊！有时阮软弱无助，甚至惊面对将来，总是你的话应允阮，互阮通勇敢向前。因为大山会当刷开，小山会当迁移，毋过你不变的疼，永远袂离开阮。你会永远遵守和平的约，主啊！因为人民阮的上主，你安尼宣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